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廣州美術學院實驗藝術專業嘅 Manny。咁同學之間咧就中意稱呼我為 Manny 啦。咁依家喺我左手邊咧就係我哋學校喺2022年設計出嚟嘅冬季奧運會吉祥物冰墩墩啦。咁喺我嘅前邊咧就係我哋嘅美術館。咁近期咧我哋學校都喺度舉辦緊呢個畢業展，以及有一啲集市活動啦，好似青年藝術集市活動去舉行。今日我嘅身份咧係作為呢個港美畢業集市嘅攤主啦，咁向大家 share 下我哋自己手做一啲手鏈同埋頸鏈，仲有一啲耳環，全部都係我哋自己手做㗎啦。咁呢啲都係我哋自己製作嘅一個作品啦，喺度售賣當中。大家可以睇睇，全部豬仔都係我哋自己揀嘅，同埋我哋 design 喺度出售俾其他同學。今日係參加我哋學校嘅活動集市啦，咁大家好多創意，例如去一啲賣自己嘅畫或者係手鏈、一啲戒指，自己手作一啲作品啦賣出去。咁依家帶大家睇睇啦，可以睇到呢個集市嘅環境都非常之熱鬧。咁今日咧就係有幸可以睇到我哋設計學院嘅同學佢哋嘅時裝 show 啦。咁我已經嚟到咗體育館呢個位置，咁今晚咧就帶大家去睇睇港美嘅時裝 show 係點樣嘅咧。Let's go！ 我都飛啦已經。依家我哋就行緊去體育館嘅地方。咁我哋學校係有個天橋嘅。天橋係連接我哋教學區啦，同埋生活區。咁我哋去兩個地方咧，就方便好多。好啦，咁依家我就準備入場啦。一陣同大家講下我哋嘅睇 show 個感受係點樣嘅。好靚啊！俾大家睇睇我哋嘅時裝 show 個現場，依家仲未開始。係啦，咁一陣係點樣嘅咧？就講個感受話俾大家知啦。睇啦，好好睇 show， 好精彩。咁帶大家睇睇我哋嘅學校環境啦。我哋學校環境有一個中心湖，咁以及學校喺裏邊都養咗一啲小動物啊，例如唔同嘅鴨仔。咁依家我哋就去睇睇圖書館係乜嘢樣嘅。我平時生活咧，得閒都會去圖書館度煲書啦。我中意去揾嚟自唔同國家嘅藝術家作品，咁喺佢哋嘅作品入邊揾到屬於自己作品嘅靈感啦，例如一啲色彩、構圖同埋圖案。咁呢個都係對我學習生活上有好大嘅幫助。今日大家睇我嘅裝扮啦，係咪有少少打扮？咁我今日就去參觀我哋學校美術畢業設計展嘅第3期展覽。另外俾啲 tips， 中意藝術嘅同學仔嚟報讀廣州美術學院，無論你係喺內地讀書嘅港生，還是喺香港讀書，都可以通過廣州美術學院嘅自主招生考試去報讀。咁專業考核方面呢，就有分素描啦、色彩同埋速寫3科去考試。當專業考核通過咗之後，就睇文化分數線去報讀自己想讀嘅專業。廣州美術學院嘅藝術專業科目係非常之多嘅，咁歡迎大家嚟參觀同了解啦。依家身處喺我哋今次舉行畢業展嘅美術館裏邊。咁今次我哋參與嘅學院呢，有花媒體藝術學院啦、工藝藝術學院、美術教育學院同埋工業設計學院、視覺藝術設計學院。咁大家有啲 idea 啦，同埋展示嘅作品咧都非常之優秀。加埋啲材料都非常之多。大家可以見到有同學係使用呢個繪畫啦、裝置啦，同埋一啲其他材料去組合成一個藝術作品。
咁依家大家見到呢件後邊嘅草坪呢，就係我今次嘅畢業作品啦。作品名係叫做地面，咁係想借以呢個地面嘅意思呢，拉近大家同自然之間嘅關係。我係將個作品呢抬高到1.5米嘅視覺範圍內，讓大家可以喺平面上邊同呢個地面去一齊平視。喺廣州美術學院讀書及生活呢4年時間內呢，都覺得非常之開心啦。首先可以追求自己嘅藝術夢想，咁學校嘅環境以及佢嘅設施都非常之完善，包括超市裏邊嘅商品啦，同埋食品個種類都係非常之多嘅，以及我哋嘅超市裏邊仲有一個賣麵包嘅麵包店，每日都會供應新鮮麵包俾我哋學生。我非常之中意食入邊嘅蛋撻。除此之外呢，學校裏邊嘅運動場所都係非常之多嘅，例如有游泳池啦、網球場啦、羽毛球場啦，同埋籃球場，以及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運動場喺度。咁大家平時休息時間都會去嗰邊做下運動放鬆下。咁今日條片就 share 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